这几天南部拢超过37度，台南各县连续3天全国上热，今仔日透中岛阁升到39度6。机场服务费按算分2阶段起价，9月开始改做750块，2028年会调悬到1000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这几天天气真烧热，尤其是南部。台南玉井是连续3日拢是全台湾温度上悬的所在。今仔日透中岛是阁升到39度6，高雄嘛是热到太路别开，落去牵着人。天气民众就要加补充水分，避免着山。日头赤炎炎，完全无快云，民众出门无外套雨伞全副装备，看到有黄的所在就紧避入去。台南玉井遮，逐间卖冰的店拢是排队的人阵，因为天气实在有影热。根据气象局的资料，对23开始，南部的温度一天比一天高，尤其是玉井，连续3天拢是全国上热的。25中昼阁升到39度6，民众讲人用要氧气啊！我觉得超热，刚刚释放兵一走出来。感觉快不行了。最近天气都很热啊，所以我们都只能躲在屋檐下，就能不出门就尽量不要出门这样。沿海的海风没办法吹送到这边，造成这边风速比较小，那甚至有局部封面造成过山沉降、绝热增温的现象。因为锋面头前10个热的西南风吹不到南部的山区，加上日头照射的角度接近90度，除了台南玉井消防局、高雄气象站嘛对内门发高温警报。37度外天气，也个动物园赶紧传变革大型的电风，来给动物降温消暑。你伫高雄市区毛大楼外边的太路热甲别开落落来，看到这个桥多摆的民众靠顾着上楼梯，加在无啥要紧。大楼管委会讲，这不是头一摆发生啊。确实把它补好之后，所以架安全网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哦。但是架安全网也只是治标而已。治标对。你治本就是要外墙翻新。针对大楼的状况，高雄干部局表示，会限期要求所有权人爱改善，若无就会依法采取。另外，高雄气象站也要提醒大家，这款吸不到37、8度的天气，爱热甲歹死，民众出门一定要做好预防措施，随时补充水分，避免着沙拍着伤。记者李新武、柯家珠、柯超雄综合报道。台湾高铁今仔日透早伫苗栗路段，因为设备各样造成慢分，高铁全线取消，拢改做自由坐。也今仔日拄好是拜一，这车帮大乱，嘛还真侪人上班拢迟到。要来上了，对啊，要发车了。上班要维护啊，大家拼命开入车厢，高铁通站上北月台客满人，早起通勤人济时阵，受苗栗路段发生后置信号异常，用大线双向方式运行影响，全线列车大部分慢分，甚至超过1点钟以上。由于稍早信号异常的关系，本列车在此临时停车。下去的时候才看到，就是有一大堆人这样，至少也是多了1个多小时，1个半小时左右。我们是都在车上等，就是走走停停啊这样。因为我等下要上班，等下可能就会迟到一下。高铁会早起8点开始取消原班表，全港用每点钟由南港走行2边发3班列车营运模式。也古鲁起透早为南部坐高铁上北要去机场，出国去分析，最后无赶到班机。到了柜台，他们就是已经不受理托运这样子，所以就是只能已经被迫就是取消航班。多拜喜立法院政策委员也因为有中南部地区要坐高铁上北，说慢分然后开会。服务处早上有接到2、3通电话，在问怎么回事，因为其实确实在上班日，我们讲台中、台北通勤的这个比例是蛮高的。今天礼拜一委员会嘛，我觉得时间上比较充裕，我就说好吧，那就坐台铁。高铁尾仔搁甲开南港甲台中之间路南6班次甲上北2班次，暗过全线部分列车依然受抢修路段影响，出现慢分的情形。高铁表示，如果收班时间会提早中按时维修时间详细检查，会查出无正常原因。也表示，慢分30到60分钟的退行是收票价50%，延迟60分以上是收票价全部拢退行。交通部应协调台铁对号列车进行苗栗站甲新乌日站开放 EMU 3情形新自行图卡票。扩大台铁西部干线收分量能，记者综合报道。
咱伫咧要出国佚佗进前，通常拢有可能会伫咧机场留咧，去便所、去停地等等，这所有设备拢是用机场服务费伫咧维持。10年来，拢一直是甲旅客收500块，通常咱机票的钱就有甲这条算在内。也即阵为着要有新的建设，阁为着要加强推动观光，这机场服务费是按算要分2阶段来调整。今年9月开始会先调悬到750块。2028年的9月，则阁调到1000块。虽然这介绍是比原本的增加1倍，也就是为500块到1000块。不过其实甲亚洲其他国家比起来，台湾也是算收较少啊。为这张图，咱会当看到讲，这其他国家拢已经收超过1000块。因那桃园机场是讲，未来会用这个钱来继续提升旅客报道、智慧化设备等等的服务，互整体品质更较好。从桃园机场出境，打开机票票价明细，这笔费用呢就包含了机场服务费500元。今天交通部公告，这笔费用即将调高，到了2028年将调涨成2倍。全球油价称悬，机票票价大起，不过即马出国恐惊爱搁加一笔。交通部公告，出境航空旅客机场服务费收费甲作业办法修正草案，宣布要起已经10年无起过的机场服务费。因为我们很常飞，因为我们基本上大概2-3个月就是香港、台湾飞这样子，对，所以我就会觉得1年下来真的差很多。500没什么感觉，就是每天少喝一杯饮料，基本上就还好。旅客看法无同，目前规定为台湾出境的机票，机场拢含机场服务费。目前规划会用2阶段大大调整，为今年9月初开始起做750块，2018年9月初开始搁会750起到1000块，2摆总共起500块。这么来一趟，可能就3天2夜或者4天3夜的话，我们就也会考虑是不是要那么经常来。经济观光的话，也会真的是会提升，可是我觉得它还是得就是要稍微 balance， 对，平衡，不能一下子涨幅太大。草案也说明，这摆起的主要原因包含机场服务费已经超过10年无调整，甲桃园国际机场第3航厦、第3跑道，甲相关建设的需求。咱来看附近国家机场服务费，香港差不多大票1434块，泰国按算6月开始起到1187块，日本成天也按算起到1239块。或者强调财政收支影响机场的公共设施建设状况，提款收支对登记公司财务状况健全并行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大家拢真关心美国甲伊朗的和平协议到底是讲到什么程度啊？美国总统川普这个时阵说讲，谈判拢有照步咧进行，不过这协议是唔免着急要完成。根据外国媒体报道，目前双方是正咧敲一份备忘录，这内容就包括这停火的期限要搁延后60天，重新开放荷马祖海峡，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搁有上重要的伊朗核武计划问题。另外，嘛有风声讲，这美国甲伊朗是按算伫咧6月初5要过来会谈。不过，伫咧伊朗这边，虽然因的总统是讲无要发展核武，不过因的军事顾问就唔是安尼想啊。伊搁放调讲，美国迄边若是搁敢发动军事行动，安尼伊朗就会考虑来提出防止核武扩散的条约，态度大将的。美国总统川普二是伫咧伊家己的社群平台发文讲，又交代谈判代表免着急甲伊朗达成协议，时间是伫美国这边。川普讲，谈判即马才用有秩序而且有建设性的方式伫咧进行，强调伊袂做伤害协议。因若伫正式签协议进前，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措施拢会继续。外国媒体报道，即马双方正伫咧协商60天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美伊停火期限搁再延60天，优先推早重新开放荷马斯海峡，一个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了后，再搁谈伊朗的核计划相关问题。有中东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讲，美伊后一轮的会谈可能是6月初5。The ultimate goal is that Iran can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Related to that is this issue of the Straits. Okay, this is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They don't own it. 但是伊朗态度也正强，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李扎希
是伫德黑兰参加战争罹难者纪念仪式时阵讲，管理荷姆斯海峡是伊朗合法的权利。伊警告美国，若是对荷姆斯海峡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会做出正困难而且痛苦的回应。حمله کنید و وارد خلیج فارس بشید اول ما این جواب میدیم سخت دردناک کم نظیر ثانیاً ما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رو که تا حالا صبر کردیم و بهتون حمله نکردیم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رو میشکنیم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强调，愿意用谈判向国际社会保证，伊朗并无想要发展核武，因我也未伫咧国家尊严甲利益这部分让步。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辑。镜头换来看土耳其反对党的党主席因为互法院裁定选举违规，就爱落台。结果警方煞是带人直接当中入去党部，甲党主席赶走，引起支持者抗议。另外有一间大学是因为经营者牵涉洗钱，阁有诈欺，学校互人停权，全关门。有上千学生是伫咧校门口示威，经过3天，总算会使重新开门。土耳其主要在野党共和人民党和政府罢免的政党魁欧泽，逼去警方进步追爆车，后来相反的群众正激动大喊口号。进前欧泽才伫警方经历驱离行动内底，被赶出共和人民党的党部。理由是法院裁定共和人民党自2023年党魁选举违规，欧泽爱落台，和前党魁吉里达欧鲁转来。警方创制共和人民党的行动，除了用催泪瓦斯、号召喷雾，也搁会门口到党部内底，四界弄害倒起、弄破玻璃，用要毁掉几间办公室。部分的欧泽甲支持者一路突破警方路障去国会，各组织对国会附近一公园。欧泽批评法院裁决是司法政变，呼吁赶紧开新的党代表大会。Biz zaten bu seçimi kazanmayı, bu partiyi birinci parti yapmayı burada oturarak yapmadık ki. Sokakta yaptık, meydanla yaptık. 除了强行撤换反对党魁，伊斯坦堡一间历史真久的大学——比尔奇大学，自己因为背后经营者是嫌诈欺甲洗钱，常常被关门。学生报名知影消息真着惊，不过因冲向学校时阵，校门已经互大批警力封锁。上千个生气佮伤心的学生，伫学校门口大声抗议，甲警方对立。Gecenin bir yarısı tek bir imza ile okulu kapatıyorlar. 4 yılını bu okula vermiş, 2 hafta sonra düşünsenize mezun olacak öğrenciler var. Ve bunların hepsi bir gecede tek bir kişinin ağzından çıkan kararla. 昨天学生示威进入第3天，该校事件出现戏剧性转变。总统埃尔多安自我签署新法令，开放学校的办学许可，化解事件进一步升级的可能。到底土耳其社会面通膨率阁升到32.37%，利率换美金也阁创历史新高时阵。两件假路事件共济时间的滚解，也将土耳其的政治紧张气氛杀向新悬。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辑。美国加州的南部有一间工厂的化学槽，因为出现故障，内底温度泉一直升悬，随时都有可能会爆炸，非常危险。为着避免造成严重的伤亡，加州的州长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撤离5万人。因那消防人员嘛继续泉水降温。自天顶看落，这间伫加州的航太公司4颗链灯拢是水冷车，确对化学储存槽泉水降温。这个加压的储存槽内底差不多装6000到7000加仑，高达2万外粒的甲基丙烯酸甲酯。这是一种真高烧、有毒的原料。因为伊的外门故障，所以互内底温度一直咧升悬，随时有可能发生灾难性的连环爆炸。面对这粒无定时炸弹，附近5万外围的民众孤不离将，爱脱离家园。I've worked in refineries my entire life, so I know the danger of the chemicals t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What I don't understand is why they haven't been able to contain this. If this was in a refinery, this would have been contained already. I'm worried about, California. We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right now. We don't know how long we come back and how. And it's never. I think it's terrible. 因为脱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包括安娜汉也个杭丁顿海沙堡这的所在，避难所早就已经塌甲甜一甜，也个有真侪带动不带民众是无地通避。加州州长已经宣布，局军进入
紧急状态，会动员更较侪联邦也有州级的资源来斗相共救灾。若消防嘛透明组成专案小组，到独尊者遮近距离勘查，已经有发现一寡转机。During that operation, our firefighters went in and they were able to visualize the tank. What they found was a potential crack in the tank, which could potentially be relieving some of the pressure in there. We took that information, we got data on it, and right now this morning what we're doing is we are vetting and validating that information. 专家讲，这座必顺即马豆豆咧消透独尊者内底压力，降低爆炸发生的机会。目前环保单位嘛已经伫咧4号链等用专业的设备监测空气品质，确认无任何毒气会去影响到民众的健康。这5万外位防铁离的居民，都要等甲危机解除，才会使转去家园。公司新闻郑威廉编译。英国伦敦最近常常有人趁民众无场地的时，甲这手机抢走。警方发现讲，这手机拢去互犯罪集团卖去海外，因为因拢是派青少年去抢一支手机上侪会当有8000块的奖金。抢匪豆豆挖进目标，随顺手甲手机抢走，了后随走咧选走较无看的人。虽然英国伦敦警察受教，毋过相同同款的抢钱骗车，因为作案的地点随机，发生的时间真短，所以是足接看的。抢匪大部分拢会看面巾、骑奥多摆，也是脚踏车等等较轻便的交通工具。只要抢到物件，就会赶紧密入去车顶内底。Bus is in 20 minutes. You get the phone out. You start scrolling Instagram. Before you know it, there's a whizzy whirl of an e-bike coming up towards you, and your phone's gone. 警方发现，这个抢案看起来拢无相关，毋过其实隐隐有真大犯罪集团伫咧计划，因提供奖金，请需要趁钱的少年人去你街路共抢。It's very easy to be attracted to this criminal lifestyle because the 13-year-old children are attracted by £100 or £200 rewards per phone, roughly. So that for a 13-year-old is a huge amount of money. 警方最近这几档使用面部辨识、无人机等等科技执法，而且将这款抢案看作是优先的事项，已经互抢案降12.3%。不过，伦敦伫咧2025年要受71000多件要讲的代志。另外，犯罪集团会甲抢来手机外口包离报纸，佮甲抢来物件卖去国外，目的是为着避免手机信号去互追查。警方表示，手机若去互偷去，就足歹找到转来，所以上好的做法就是随时注意适可位啊。若是不幸去互抢，马上随开始使用手机的定位功能，以免时间若久，就失去手机的线索。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日本的美多咖啡，也就是华语讲的女仆咖啡厅，是愈来愈受欢迎。会当讲是已经成做当地一个观光景点。咖啡厅正注重甲人客之间的互动，是吸引真侪外国游客专工去交关去体验。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ご主人様、お嬢様。伫桌边做饮料，佮带人客喝果水口号，这是秋叶原 At Home Coffee， 嘛是在地经营上久的女仆咖啡厅之一。为2004年开始营业到今，伫咧全日本有5间分店。当是这间店上资深的，从高中就开始做，即马已经是有2个囡仔的妈妈。伊表示，伊真介这份头路，嘛真享受和人客互动。今からもう21年前になるんですけど、当時深夜番組でアットホームカフェがたまたまテレビに出ているのを見て、で私もともと好奇心の旺盛な方だったので、その自分の知らない世界を見た時に、やってみたいって思えたんですね。なのでそれがきっかけで始めたっていうのが私の始まりです。同形容讲，女仆咖啡店其实更较像主题乐园，重点是女仆甲人客之间的互动。女仆并不是普通的服务生，是这个乐园内底一个果水、开朗、永远17岁的角色。店内主要人客拄开始是动漫文化有兴趣的御体族，不过因为动漫和主流文化豆豆接收，嘛有更较侪人愿意来店里来体验。At Home Coffee 的统计，来消费的有超过一半是女性。因那这款主题咖啡厅的模式，对欧美民众来讲，也个真青分。Right now, I'd say they've established themselve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lture because we've had anime shows focusing on maids. We've got comic books like manga focusing on maids. We've got
expanded a little bit even to like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有专家就认为，女仆甲人客热情的互动，其实是咧制造一款像恋爱的感觉，互人客感觉受到重视。不只个，店家嘛强调，女仆和人客之间袂当讨论私人的代志，被变作是个人的恋爱关系。足侪女仆咖啡店嘛有这款预防的措施，避免一寡人客对服务生出现无礼貌行为。公司新闻优派准编译。通常这体育比赛运动员拢袂使食禁药，不过伫咧美国拉斯维加斯所暗算要办一场会当用药啊的运动会，当然是引起真侪批评。世界游泳联合会办公开警告讲，若是这选手有用禁药，安尼以后这受罪项目是规世人拢袂使搁参加。将正式名称叫做增强运动会比赛，分做竞赛、游泳甲野球练这三个领域，由温准使用美国仙丹、男性荷尔蒙，抑有成长激素者一般甲奥运甲运动会禁止使用药物，如果被叫做是禁药奥运。主办单位特别强调，温准运动员食的药物必须是经过美国食品甲药物管理局 FDA 核准，并且爱伫医疗单位的督导下才会用的。They are approved to be used in humans. Of course, they're not approved to run faster of 100 meters. This is quite clear. But from a safety point of view, it's important because they're deemed to be safe enough to give them to patients. 18日得邀请参赛选手只有42个，其中上受到注意的选手之一18日2020斯巴黎奥运为英国摕到男子50公尺自由式银牌的普罗德。对于参加这摆增强运动会，英国游泳协会已经警告普罗德永久袂再入选国家队。不过普罗德本人就是老神在在。This is not what an Olympic athlete would say is the epitome of sport. However, we're not in that category anymore. You know, I've left that career and I've stepped away, never going to go back. 普罗德也坦白讲，就算伊无法度伫增强运动会打破世界纪录，也有机会摕到25万块美金的奖金，也这是留伫奥运国家队无可能有的。对于主办单位用真悬的奖金来吸引运动选手，用公开食增强药物的方式来比赛，各方是一直批评一直骂，认为根本违反公平竞争的运动精神。也过赞助比赛业者认为讲，若是帮运动员私底下家己食禁药来闪这个药检，也不如互一切公开透明。We all know that since banned substances regulations were introduced many decades ago, people have been cheating, people have been getting away with that cheating. What's happening right now in the shadows is that people resort to unsafe drugs in unsupervised usage to get away and circumvent the testing.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讲，除了公平竞赛议论，对着社群媒体特别打造的增强运动会，会经由网络传播影响青少年私底下买禁药。对此，赞助商家选手拢讲，防止青少年接触不当的网络内容是家长应该负的责任。比赛即要举行啊，这个禁药奥运会带来什么款的效应，也等待观察。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新闻世界通，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